係 Pauline，我係阿謙。咁我哋而家呢，就身處喺呢個伊勢神宮嘅內宮。咁今日呢，我哋就嚟到三重縣啦，咁啊參拜呢個伊勢神宮。咁另外呢，我哋都會去松阪，就食呢個日本三大和牛松阪牛嘅。好啦，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由於錯過咗尾班嘅特急列車，我哋喺高山市滯留咗一晚。為咗追翻啲行程，仲未天光，我哋就出發，準備搭頭班特急飛驒號翻返去名古屋。頭班嘅特急飛驒號喺朝頭早6:46由高山站開出，等車嘅時候可以向隔離嘅便利店買嘢飲同埋早餐。喺高山臨時住多咗一晚之後呢，我哋又上咗頭班嘅特急飛驒，就衝翻名古屋啦。係啦，希望唔會影響到今日我哋去伊勢嗰啲行程。經過咗2個鐘頭嘅車程，終於翻到嚟名古屋。我哋要先去酒店 check in。Roynet Hotel 位於名古屋車站隔離，由車站出發3分鐘嘅路程。大堂喺2樓，環境比較簡約。本來係尋晚嘅住宿，但係由於我哋就落咗向高山，所以推遲咗1日 check in。好彩酒店有留翻間房俾我哋。房間空間唔算太大，響雅谷特預訂，連稅每晚港幣1100蚊。如果你只係為咗有瓦遮頭咁瞓一覺，呢度可能會係你嘅選擇。你又覺得值唔值得呢？房間空間雖然唔大，但係洗手間都係仲有浴缸。你又覺得浴缸重唔重要呢？Settle down之後，時間嚟到朝頭早10點左右，啱啱好講上我哋今日嘅行程。我哋今日嘅行程係要參拜三重縣嘅伊勢神宮。我哋將會乘搭近鐵嘅特急列車前往伊勢，而我哋將會乘搭嘅特急列車就係一票難求嘅觀光特急島風號。為咗乘搭島風號，我哋嚟到近鐵名古屋站。島風號嘅特急券會喺出發之前1個月向官網預售，開售10分鐘就會賣晒。預訂特急券之後，都仲要喺車站買乘車券。島風號特急券2180 yen，而前往伊勢嘅乘車券就係1740 yen。準備好乘車券就可以去月台等車。島風號嘅外形真係好有型啊！島風號嘅乘務室有巨型嘅玻璃窗，外形就好似一艘太空船，準備帶大家衝出宇宙。大家都向車頭面前打卡，真係好期待啊！即刻上車睇下先。除咗出眾嘅外形，島風號嘅車廂都有一種太空船嘅感覺。我哋經過包廂嘅車卡，呢度比起普通車廂仲更加難預訂。我哋都係翻返去普通車廂算啦。雖然只係普通車廂，但係都係頭等車廂嘅規格。寬闊嘅座椅仲可以調校角度，等乘客有最舒服嘅體驗。我哋預訂咗5號車廂，隔離嘅4號車廂就係餐廳。提提大家，由名古屋出發，數值大嘅車廂反而係響前面嘅，大家預訂嘅時候要留意啦。雖然車頭嘅座位有最好嘅景觀，但係我哋都係預訂咗比較後嘅車廂，因為車上面嘅景觀並唔重要。乘搭島風號嘅真正目的就係要品嚐車上面餐廳嘅美食，所以預訂嘅時候位置越接近餐廳就越好。島風號嘅餐廳有一種高級嘅氣氛，分為上下2層，呢度提供各種唔同嘅美食，有正餐，有甜品。一上車就好即刻嚟個餐卡度排隊，因為真係好多人。我懷疑有啲人根本連位都未坐好就走咗嚟排隊啦。等咗大約10分鐘，終於輪到我哋啦。侍應安排我哋坐喺上層嘅吧台。而家就喺餐卡度啱啱捱咗嘢食，好期待啊！望住出面個 view 咁樣食飯，真係好似真係未試過。首先登場嘅係司臣路嘅蛋糕，每一個都散發出高貴嘅感覺。呢度有4款蛋糕啦，全部都做得好靚。佢係一個蛋糕配一杯嘢飲嘅 set，咁你可以揀咖啡啦、果汁，咁就1400 yen，好期待啊！我哋開始啦。綠色嘅係開心果蛋糕，有個紅色嘅，幾好食啊，好香。咁我呢個咧係朱古力味，佢個入邊朱古力蛋糕咧，嗰個餅底其實係好淺嘅，咁所以咧主要都係嗰個嘅 ganache 比較多。
咁咧食落去好 creamy 嘅，呢個前菜嚟嘅啫。推介，一定要食甜品。跟住落嚟就介紹下正餐嘅 menu。由於三重縣有日本三大和牛松板牛作為特產，所以 menu 亦都以松板牛作為主調。當中包括1600英嘅松板牛咖喱飯，仲有2000英嘅松板牛肉飯，賣相都相當吸引啦。即係通常你諗到喺交通工具上面整嘅飯咧，好多時候你會 expect 佢係整到一係就好平，一係就好硬，但係佢呢個似係餐廳嗰種。最中意呢個飯嘅就係因為好多咖喱汁，啖都係撈汁。係個牛肉飯嚟咗啦，哇，好吸引個牛肉飯，唔係嗰啲平時即係好似好肉酸一條條嗰啲肥牛牛肉飯咯，佢嗰啲牛係真係靚嘅一片片咁樣喎，有個日式茶包埋。佢個牛肉係其實塊牛肉係得一片嘅。其實係有少少煮耐咗嘅，如果佢唔係煮咁耐，就幾好食。牛煮得幾甜喎，我覺得。傻笑。個牛肉飯咧一樣都係咁多汁嘅，都係粒粒米都係索晒啲牛肉汁 ，which is very good。如果你唔似排隊去餐廳食飯，都可以響出餐處購買車上面限定嘅便當盒，再搭翻去自己嘅座位度食。除咗限定嘅便當盒，亦都有發售各種唔同嘅紀念品。買完紀念品，我哋嚟到車頭參觀。呢度係乘列列車最難買到嘅座位。喺列車車頭嘅座位前面有一塊大玻璃，乘客可以透過乘務室睇到列車向外飛馳嘅景色，真係好似坐緊太空船咁啊！雖然呢個座位好吸引，但係如果目標係喺餐廳食晏，咁就會好長時間唔喺個座位度。所以喺列車上面坐喺邊其實唔係咁重要。咁佢咧就每人會俾個乘車紀念我哋嘅。喺餐卡度咧係有個印仔可以抌個人嘅，我哋而家去抌印仔。咁我抌喺後邊啦，試下先。就係咁樣啦。呢個真係一個好 luxury 嘅旅程。嗱，咁其實係有啲唔夠喉嘅，但係始終冇辦法，因為我哋到咗伊勢啦已經。咁我哋睇下將來有冇機會再坐過啦。經過1個半鐘頭嘅車程，我哋準備落車啦。如果大家想嚟三重縣旅行，或者係想參拜伊勢神宮，不妨試下預訂近鐵島風號，可以令你嘅旅程體驗有所提升。島風號嚟到近鐵伊勢市站。我欣賞佢啲蛋糕咧，全部都係餅底好淺。我唔中意食嗰個，好想個海綿體啊！嚟到近鐵伊勢市站，我哋懶星咁行咗出閘，但係原來通往伊勢神宮方向嘅行人天橋就喺站入面，我哋唯有兜路咁去伊勢神宮啦。穿過平交道轉左就可以去到 JR 伊勢市站。咁我哋而家就由呢個伊勢市站行過去伊勢神宮嘅外宮先。咁依照次序咧，係應該去咗外宮咧，之後先去內宮嘅。穿過伊勢市站外面嘅鳥居，就會嚟到伊勢神宮外宮參道。外宮參道商店嘅目標遊客就係神宮嘅參拜者。伊勢外宮嘅參道，睇呢度嚟得呢度嘅主要都係日本人，即係可能準備過年啦佢哋。伊勢另一個出名嘅土產係海鮮，我哋嚟到一間主打海鮮嘅鋪頭。伊勢 Sakiya 有各種唔同嘅海鮮產品，2樓設有茶屋俾大家食嘢。鋪頭入面最吸引嘅係好大隻嘅鮑魚，可以當成手信。嚟參拜伊勢神宮，赤福係一個必買嘅土產，赤福亦都設有茶屋，出邊嘅人就係排隊等緊入去。如果想買赤福，可以直接去 counter 選購。赤福係一種以紅豆蓉製作嘅甜品，特別之處係紅豆蓉唔係餡料，而係外層包住入邊嘅麻薯。赤福正。離開外宮參道就係伊勢神宮外宮嘅所在地。伊勢神宮由125間神社構成，其中最重要嘅神社就係被稱為外宮嘅豐壽大神宮，同埋被稱為內宮嘅黃大神宮。
走過火牆橋就代表行入神嘅領域。同其他神社一樣，參拜神明之前要先洗淨心靈。大家又知唔知正確使用手水洗嘅程序呢？首先清洗左手，再清洗右手，再用左手潑水漱口。一般大家都會將淨的嘅水倒向手柄，洗乾淨木殼俾下一個參拜者使用。潔淨咗身心之後，就可以入去神宮啦。每次經過鳥居都要記得鞠躬，以示對神明嘅尊敬啊！被稱為外國嘅豐壽大神宮，供奉住豐壽大御神，有1500年嘅歷史。西元478年，洪略天皇喺夢中得到天照大御神嘅預示，將豐壽大御神迎繼去到伊勢，作為掌管天照大御神飲食嘅神。豐壽大御神除咗保佑農業豐收，亦都係日常衣食住嘅守護神，所以有大批嘅信眾參拜。難得嚟到，梗係要收集參拜證明與珠印啦。神宮入面仲有啲能量點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再行入去神宮嘅內部，就會嚟到豐壽大御神坐鎮嘅正宮，即係外宮最神聖嘅地方。由於神聖不可侵犯，正宮入面係禁止拍攝嘅，大家要留意啊！響正宮隔離有一片空地，因為神宮入面所有神殿每20年就要遷宮一次，下一次遷宮嘅時候，呢度就會起新嘅正宮。除咗正宮，呢度仲供奉咗唔同神明嘅別宮，大家可以按照唔同嘅需要參拜。豐壽大神宮人傑地靈，除咗參拜神靈，亦都係一個逃避城市繁囂嘅好地方。大家會唔會考慮去伊勢參拜豐壽大神宮呢？離開伊勢神宮嘅外宮，我哋喺出邊嘅巴士站等車，準備去伊勢神宮嘅內宮。由伊勢神宮嘅外宮前往內宮，需要搭大約15分鐘巴士。我哋搭嘅係 CAN Bus。我哋喺內宮前站落車，步行大約2分鐘就會去到伊勢神宮內宮嘅範圍。行過馬路就嚟到伊勢神宮內宮嘅入口。行入內宮範圍之前有一座鳥居。通過鳥居之前要記得向鳥居鞠躬，除咗展示對神明嘅尊敬，入鄉隨俗，亦都係對日本文化嘅尊敬。通過鳥居之後，會嚟到橫跨50寧村嘅宇治橋。宇治橋同神宮一樣，每20年就會重建一次。走過宇治橋，代表正式進入神嘅領域。伊勢神宮嘅內宮正式名稱係黃大神宮，供奉咗日本天皇嘅先祖天照大御神，係日本位階最高嘅神宮，有2000年歷史，比外宮豐壽大神宮仲要早500年。好似頭先外宮一樣，參拜天照大御神之前，梗係要用水洗滌心靈啦。呢度係一個比較快捷嘅洗手槽。如果你想依照傳統嘅方式，隔離都有正式嘅手水社。洗手之後就可以行入去內宮。經過第一個鳥居，沿住道路往前行，右邊會遇到一個河岸。大家如果想感受大自然嘅氣息，都可以嚟洗下手，但係飲河水就唔建議啦。離開50寧村，返去道路上面就會見到第二鳥居。提提大家，響神宮入面要行喺道路嘅兩邊，因為路中心被視為神嘅通道。走過第二鳥居就會嚟到神樂殿，大家可以向呢度奉納，仲有各式各樣嘅御守。又到咗排隊攞御朱印嘅時候啦。攞到御朱印之後，我哋繼續向神宮嘅內部前進。
道路嘅盡頭就係黃大神宮嘅正宮，天照大御神就係坐鎮喺正宮入面。同外宮嘅正宮一樣，黃大神宮嘅正宮入面係禁止拍攝嘅，大家記得要尊重神靈啊！響正宮隔離亦都有一片空地，就係為咗20年一次嘅遷宮而準備。唔知道下次再嚟伊勢神宮，正宮會唔會已經喺度重建咗呢？參拜完黃大神宮嘅正宮，我哋就完成咗伊勢神宮嘅行程。建議大家都嚟體驗下呢種日本獨有嘅文化。跨過宇治橋，我哋離開伊勢神宮內宮，嚟到內宮出面嘅參道。托福橫丁有濃厚嘅江戶味道，四周圍都有舊式嘅日本建築。呢度明顯熱鬧過頭先外宮嗰邊嗰度嗰條街好多。托福橫丁周圍嘅食肆主要都係出售同松板牛有關嘅食物，真係令人花多眼亂啊！但係由於我哋已經 book 咗晚餐食松板牛壽喜燒，所以暫時唔食住啦。我哋嚟到山村牛乳，呢度出售本地牛奶產品。飲翻個拉拉先。一樽牛奶251 yen。好勁喎！奶味真係好濃啊！好勁喎！呢個真係好掂。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哋要去 book 咗個餐廳。我哋離開咗托福橫丁，準備搭巴士翻返去伊勢市站，車程大約15分鐘。完成咗伊勢嘅行程，我哋翻到伊勢市站。由於 JR 同近鐵伊勢市站相通，我哋可以經 JR 行入車站，再經行人天橋去到近鐵伊勢市站。難得嚟到三重縣，梗係要食一次傳統嘅高級松板牛壽喜燒啦。為咗呢個目的，我哋決定搭電車去伊勢附近嘅松板市。經過15分鐘嘅車程，我哋嚟到松板市。松板市有一間頂級嘅壽喜燒餐廳，佢離松板站步行大約10分鐘，就等我哋去睇下點樣㗎啦。和田金係位於松板市中心嘅餐廳，餐廳大樓嘅裝修比得上高級酒店。進入餐廳之前要先除鞋，除鞋之後職員就會帶你上去樓上嘅廂房。廂房有日本古風嘅裝修，真係好似翻咗去江戶時代咁啊！我哋要先向網上 book 位，預訂咗最高級嘅松套餐，價錢係每人19,600 yen， 希望物有所值啦。用餐全程由專業嘅女將負責。和田金壽喜燒以炭火烹調，等一個火燒旺嘅時候就食前菜先啦。前菜係松板牛肉冷盤，呢個冷盤嘅牛肉我就覺得係幾多汁嘅，咬落去呢係啲汁咇晒出嚟嘅。咁前菜之後呢，佢再上嘅呢就係一個湯啊。咁但係佢呢個湯呢就好講究喎。咁呢，佢一打開個碗入邊嘅時候，其實有一塊生嘅松板牛喺入邊啦。咁然之後佢就倒咗上煙魚高湯落去。咁然之後就攞個蓋呢，焗一焗佢15秒。15秒之後就一定要打開蓋，即刻要飲噶啦。因為牛肉配合咗個高湯呢，咁就個牛肉嘅鮮味都帶咗出嚟嘅，同埋牛肉都好滑。牛肉高湯之後，係三味以松板牛製作嘅前菜。個肉嘅味道都好突出，好似布甸咁樣嘅質地。鹹嘅，但係個味道好熟。女將開始為壽喜燒準備材料，先咪最後一個咯。好似面豉喎。猜出嚟同埋一啲煮熟咗嘅牛肉，好好啊！真係好 amaze 咧，原來咧牛肉有咁多種唔同嘅食法嘅。炭火準備好啦，壽喜燒正式開始。女將為我哋送上頂級嘅松板牛肉，松板牛肉嘅油花真係好吸引啊！仲有壽喜燒唔可以缺少嘅雞蛋。喺炭火上面擺好銅鍋，女將首先喺鍋上面抹一層牛油。然後就開始煮松板牛肉，壽喜燒唔可以缺少嘅係砂糖。
再倒入醬汁同埋適量嘅清水。我識聽啊，佢講阿媽哥啊，真係要搞個蛋。牛肉煮好啦，真係令人好期待啊！女將直接將牛肉放喺生雞蛋入面，真係好吸引。我對壽喜燒嘅定義4個字：入口即溶。我意思。佢同個蛋配合得啱啱，真係好正。今次真係我食過最好食嘅牛肉。我覺得佢煮得好犀利啊！其實個牛肉咧係幾厚嘅，我覺得。咁但係入到口都仲係好滑啊！即使咧壽喜燒個湯可能係有啲濃味啦，但係都冚唔住嗰個牛嘅肉味。不知不覺間，女將已經開始整蔬菜，過程入邊都不忘幫我哋斟嘢飲。女將為我哋送上白飯，飲咗醬汁嘅蔬菜可以用嚟撈飯。哇！個葱飲嗰啲汁就都真係好好嘅。我都覺得好 amazing 嘅，個葱咧係飽滿地吸收咗成個湯底嘅味道。完成咗第一部分嘅蔬菜之後，女將再為我哋整第二片重版牛肉。其實個洋葱咧未係煮得太過熟嘅，suppose 咧應該就好辣辣地嘅。咁但係嗰個壽喜燒嗰個湯咧就冚住咗嗰個即係生生地洋葱嗰個辣味。咁所以我覺得平時中意食到啲洋葱煮到熟晒嗰啲朋友咧，其實都真係啱食嘅。同埋我真係覺得咧咁厚嘅牛肉咧，我覺得真係喺呢一度先食到嘅啫。我感覺上喺香港食到，就算真係有咧，啲牛應該都係薄好多，同埋細塊好多，真係好厚喎呢個。但係佢仲要煮到係好滑喎，入口即溶，我真係覺得好犀利。頭先見佢加咁多糖咧，都可能會等我哋好擔心。但係其實咧，佢又真係唔好甜嘅啫喎。女將為我哋整好最後嘅蔬菜，烹煮嘅過程完成，女將就將銅鍋收起，再用筷子將木炭夾起，但有時都可能有意外發生㗎。大丈夫。不過有意外先有驚喜啊嘛！哇，好滿足啊！但係比我想象食得快喎，真係。我食咗幾耐？1個鐘。My God！救命！原來仲有甜品啊！甜品係超級甜嘅日本蜜瓜。哇！呢個甜度係甩甩地牙喎，甜到。ではお料理の方が以上になりますので、本日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どうぞごゆっくりなさってくださいませ。あとチェックは1回ファーストフロアになりますので、ワンフロアでチェックになりますので、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今集就去到咁樣啦，今集都非常之圓滿㗎啦，我覺得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嘅話咧，就要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嘅話咧，亦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低 comments 俾我哋嘅。好啦，就咁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下一集日本中部之旅即將完結，我哋把握最後機會參觀名古屋市科學館，玩盡各種科學實驗。哇！真係好凍啊，零下30度啊間房。參拜有日本3大觀音之稱嘅大須觀音。走過人王同通商店街，食盡各種美食。100yen 一串嘅啫，都幾抵食。一齊嚟同我哋體驗大須觀音名古屋市科學館。